的石头厝这几年开始投入提升地方艺文风气的工课，除了开萨克斯风的团课，今年11月嘛开始加开上吉他的团班。课程的一开始，我们都会带基础练习，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有进度跟不上的问题。老师除了教吉他，嘛教唱歌。第一期的学生对12岁高中生到70岁做养殖业的大哥拢有。老师很帅。啊，就对音乐有兴趣啊！啊是讲年老若无伴哦，用吉他陪伴。还不到1年，我已经有3把吉他了，所以要来学的话哦，没有其他的先不用买，我先借你。第一期的课程特别结束，石头厝嘛安排正月25 7点半举办线上的升高顶，欢迎民众做伙来欣赏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那再加上现在天气的因素，所以可能会是用室内的方式去举办。石头厝吉他班新的一期伫2月中开课，有兴趣的民众嘛会当报名来参加。